不用了，我来吧。我来吧。我知道我们家阿斌爱吃什么，不爱吃什么。这个，其实我也不是非要来，主要因为我们家阿斌的为人我知道，他不会背着我干一些不合适的事情，不管对方是谁。今天来呢，主要目的是要谢谢你，因为之前学校的事情也麻烦你了。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为了帮学校，我会来中海市，只是为了斌哥一个人。我不想看他为难，他难受。是啊，他一难受，我作为他的女朋友会更难受。所以话说回来，还是要谢谢你啊。啊，对对对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过你呢。你看，都是我报，我先干。我说过了，不用谢我，我不是为了帮学校，我是因为喜欢他廖学兵，所以才愿意来的。这点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但是遗憾的是，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呀。我从来不认为爱情有先来后到，只要人还在，一切都来得及。你没有看过足球比赛吗？有守门员也是一样可以进球的。那也得先看看这球在谁脚底下呢吧。现在这个球已经进了球门了，而且球门也已经关了。我劝你还是趁早退出吧。我从来只知道前进，不知道后退。吃饭，吃饭啊！其实我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就是觉得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，把自己最美好的时光都浪费在那一些不可能的事情上，还是有些遗憾的，是吧？爱一个人是浪费时光吗？我的爱不是。我不管斌哥现在和谁在一起，我的爱都不会比他少，只会更多。还有很多别人给不了的。那也得看他这心在谁那儿吧。那个，其实啊，我一直都把你当妹妹看。无所谓啊，反正我们又不是亲兄妹。我有喜欢你的权利吧？没有人说我不能喜欢你吧？你们的关系也不受法律保护吧？即使你今天穿的是婚纱来，也一样阻止不了我。好啊，那等我们定好了日子通知你，一定要留好档期哦。好啊，我等着。那个，你说定日子定什么日子结婚呢？我没说啊，你说了，我听到了。我说的是钟芊芊和叶小白。好，你耍我你！斌哥，是你找人来挖我墙角，现在你又要跟我结婚。哎，我采访一下你啊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精神分裂吧？冰雨，你说句话，你别不理我好不好？我发誓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见慕容冰雨了。我发现我以后得对你好点了。啊？我仔细想了一想，你还挺受欢迎的。
我要是对你不好的话，你跟其他漂亮的姑娘跑了，我后悔都来不及了。根本就不可能！真的啊？真的，我发誓。怎么样？这边一点。花递给我吧。好了，你不用陪我，你先到房间里把花弄了吧。你可以吗？我可以啦。好。哎，叶小白，我在帮你布置婚礼现场呢，你跟大爷似的干嘛呀？哎，阿秋，你这照片是我挂歪了，哎，往这边调整一下。我说你干活能不能仔细一点啊？你小白哥，我这辈子可就结这一次婚呢，啊？那可不一定吧？说什么呢？哎，芊芊，啊，咱们的照片洗出来了。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嗯，那你就拿回来呗，我在这布置现场呢。要不咱们一起去挑吧？啊？你让我一起去跟你挑啊？哎呀，好吧，那咱们影楼见啊。夫人，小姐去见叶小白去了。叶小白，你结婚我结婚啊！你要是留我一个人在这布置现场，你不管，我也不管喽。上次我新弄来的那辆车，你是不是一直想试一下？想贿赂我啊？当我徐木秋什么人啊？归你了。哎，早说嘛！事情有轻重缓急的啊，先去帮嫂子啊。哎，好了，这里我跟 Rachel OK 的，拜，帅哦，小白哥。哎呀，太赞啦！你要是喜欢，就每年拍一套。每年拍一套。对呀，喜欢就拍，年年拍。那你是不是也想一年换一个媳妇儿呀？我哪有这想法啊？你看你这么凶悍，我哪敢随便换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是不凶悍，你就敢啦？我也不敢。哎呦，我错了啊！我告诉你，叶小白，你要是敢背着我在外面勾三搭四，我就你就怎么样？阉了你！哎呦，姑奶奶，咱们还去订结婚礼服呢，别晚了啊！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？我女儿让我来挑一下照片。啊，您女儿是？钟芊芊。哦，钟小姐刚走，她刚才挑过了。她挑过了，我再挑一遍，把所有照片都给我拿过来。多少钱？你开个价。啊，这个……需要我给你老板打电话吗？不用，既然是钟小姐的母亲，也不是外人，那您稍等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接一下电话。